里面嘅客家性50年土盘风格，除小编评讲都符合个性，享受90岁。土盘风格立5除6中小学的文学作家都算係跨人2年的一代。從頭擺少年詩詞起到後期對人事物的關懷，土盤風格幾十年寫作，展現50年堅強的創作生命能量。成立50年為主的5件書寫，更加打開了行業現代詩創作的先河，對台灣的文壇留下重要的里程碑。新人土盤風格1927年3月初9出世，前年將高配90歲3年，冇想到反轉年是傳出個性嘅消息。照不卡年講法，土盤風格高配3年了後，跟他講語術冇鬆鬆，帥帥嚟講話呢是走嘞，冇偏冇痛，以後專家。昨天晚上他就感覺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們就讓他提早休息。然後今天清晨呢，我們就發現他已經被轉接去了。那麼大概是14號，我們就要做入殮的禮拜的。原則上我們不發布文，我們就是直接會在報紙上會登，比較簡單的來處理。是的，是的。介紹講土盤風格是希望嘅後世簡單來判，未反映出其權欠作家嘅性格。後生嘅細節嘅心智會都係開價，還是推出詩談，寫作變做心情嘅抒發。其實我家下有多少消息，但係做成寫散文啊都，是啊啦哈，啊啦意思寫。同日本書界下出寫嘅土盤風格是從係鍾小靜、梁英忠同吳秋流嚟到，創作唔但只係克服語言嘅障礙，還係堅持出自家嘅國情認同。早期未因此受到日本國民政府嘅高壓統治，所以有一道小難時政嘅作品。人人都係太平人，人人都做平安戲，是曉得尋求嘅平安人，是曉得原來嘅平安人。坐喺戲棚下捧場看平安戲，家係你條啥興趣做嘅呀？1970年代了後，土盤風格嘅作品開始受到注意。80年代，佢哋開始用自家嘅母語、抗語來寫詩。因為太自家還忙到個客家嘅時候，我已經是用客家寫詩，講寫個新曲嘅難題啊，嗬，而係意大利嘅狀況啊，嗬，是像人哋客家人咗。因為佢用佢自家嘅思路嘅佢自家嘅話寫，佢係作品啦，真出名，全世界人是見到了，還是佢嘅了解像個客家話，像佢嘅田莊嘅話，嗰邊意大利嘅國語。是做過台灣文藝雜誌社同5期詩社社長嘅土盤風格，佢當3萬嘅來推廣本土文學。同2004年，連續拿到第1屆客家貢獻獎同台灣新文學貢獻獎。尤其女金對於，就說我們的社員對於整個台灣，我是覺得有，就是相較以前都比較重視所謂男性作家嘅部分，是有比較能夠有多一點發聲的這個機會啦。因為因此信仰嘅關係，其作品面對批評時政，轉變做係關懷鄉土。無論係對自家細膩嘅思念，認同人嘅苦痛，做係清好嘅創作素材。把握每一屆當分間，當日都好好來過，也是土盤嘅習慣、人生觀。佢兼顧無強嘅文化族群限制，準備回歸母語創作，關懷鄉土，未為本土文學留落典範。客家新聞鍾小輝、廖啟正綜合報道。